3900可以喺珠海拱北地段擁有一套精裝單位啊，而且咧係70年產權嘅純住宅嚟㗎。咁我後背嘅左手邊咧係青馬口岸，右手邊咧就係我哋嘅珠海站啦。佢直行步行咧大約700米嘅距離咧就有一個全新嘅屋苑嚟㗎，而且咧係我哋嘅11層小高層精裝加附㗎。咁我寸土寸金嘅地段，月供3900就可以攞低一套咧精裝嘅1房1廳單位啦，而且戶都有陽台啊，佢係11層嘅小高層嚟㗎。喺我哋嘅拱北地段嘅咧，呢個係屬於稀缺產品嚟嘅，哪怕你放租出去啊，閒閒地都達到3K 以上啊，自己攞嚟咧即係話供呢套屋咧攞幾百蚊出嚟就 OK 㗎啦。咁嗱，講真嗰句啦，呢度咧精裝加附，到時候自己買啲床啊，買個梳化，買少少家電嘅咧，直接就可以入住㗎啦。唔中意一房單位啊，有2房單位俾你選擇啊嘛，唔係同你吹水啊。呢個單位咧放咗出去，閒閒地達到4K 幾，一啲問題都冇啊！叫呢度咧叫收租王，絕對都冇問題啊！呢個2房單位咧 total 150個咧就可以甩低啦。呢度去到我哋嘅青馬口岸、珠海站、拱北口岸咧，大約嘅距離咧都係700米，步行咧都係8至10分鐘㗎咋。你話去到我哋港珠澳大橋咧，揸車都係8至10分鐘左右㗎咋。呢度咧係11層嘅小高層單位嚟嘅，而且係70年產權嘅純住宅啊，民水民電㗎。雖然講話明年10月份先收樓啦，但係呢個收益咧，你懂唔懂啊？懂嘅話，快啲私我發詳細資料俾你，我哋下期再見。